虽然训练非常的枯燥乏味，可是每天可能都会做大同小异的一些基本动作。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这阶段做到基本动作是非常的重要。女主的冠军，然后很棒，继续再加油呢。好，掌声鼓励起来。想问问大家了，我们今天非常难得的机会，非常难得的机会，有没有什么想要问问题要问我们杰哥的？啊，来帮我举个手。来，结婚的什么鸡？啊，来，有问题啊？有没有什么问题的？来，中锋来，我先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杰哥？怎么搬脚丫？怎样压车的？有一张照片。没事，你讲，帮你大声一点没关系。可以示范一下那个照片的操作。哇，那我可能要热很久才可以做出来。要热身好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杰哥他的意思是会说，就是怎么样单脚这样过的，对不对？是过的，就是说这个技术是怎么样训练的，我们不用做完。我觉得其实平常的训练嘛，再来就是像我们就是打到职业，然后相对来讲，你不管在训练的花很多时间嘛。对，我觉得虽然训练非常的枯燥乏味，可是每天可能都会做大同小异的一些基本动作。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这阶段做到基本动作是非常的重要。然后我觉得打到职业，其实回归还是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重复练的东西都是这些。所以再配合上我们一些可能重量训练，然后肌力，因为一个比赛下来，你可能在场上的时间可能久的时候，你的肌力跟肌耐力很重要，因为也是避免运动员受伤，然后可以在球场上可以有更好的一些碰撞，然后在很多一些动作，其实在训练当中，你就可以去尝试你自己常做的动作，然后去把它做得更熟悉，然后在比赛你怎么去利用，然后去呈现。可是，在比赛当中会有很多一些就会比较亢奋，然后你会有想出来就可能突然会去做的动作。所以像我比赛，我也是有时候我也是就会有些动作就会突发性，可能在训练可能也会发性，可能也会有一两次。可是比赛当中，你就会突然会有肾上激素就会很开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动作就会呈现得更多。